明明个伊唔对，我正甲亲像伊对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这就是咱遭受委屈的时，心灵真受伤害的时，足艰苦。咱唔知影要安怎去克服咱所受的委屈甲伤害，伫受气佮怨气的顶面，足容易生癌。伊唔但是你灵魂的癌细胞，常常也成做身体的癌细胞。所以，咱受气是未成就上帝的义哦。你若埋怨，更较是互你的骨髓孤单。既然互上帝引出所面对一切委屈、冤枉、危险、困难，你讲袂尽的遐苦楚，无需要甲大家讲，遐拢要成做你人世间的美味啦。会再去牧师要甲咱做伙来思考一段的圣经，来讲起一个题目，是咱伫生活中常常会拄着，咱常常伫咱的生活中会拄着委屈、冤枉，咱真侪时阵会遭受人的逼迫，甚至咱嘛有真侪的困难需要面对。咱要对约瑟、对耶稣来学习，因怎样伫因所面对的困难困境中，因会当度过，并且对度过来看到大大的毋望是落伫每一个因的身躯顶所带来真大的祝福。咱要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创世纪第39章第10节到20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就拉住他的衣衫，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把衣伞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妇人看见约瑟把衣伞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他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情。”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伞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说：“你所带到我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玩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咱看起这段圣经，对你甲我，咱无清楚。咱对这段圣经真清楚，但是咱看起约瑟，伊确实就是受委屈，真冤枉。咱伫咱的社会顶面，人甲人伫利害关系顶面，咱看起人甲人中间有真侪产生，遭受真侪委屈，真侪的冤枉，真侪想袂到的困难。伫公司上班，有当时主管在发脾气的时，对象唔对；有当时伫学校读书，学生
彼此中间的误会，老师对伫迄个学生，真侪时阵无着的教育教养，咱看起拢有真侪遐个意想未到的委屈咱伫家庭、伫职场伫职业的顶面伫人群的当中。真侪时阵，咱会受尽足侪的委屈，特别伫迄交通事件的顶面，有当时坐个坐袂落你来，因为安那都发生车祸大遐咧袂爽快。伫迄烧钱的顶面，咱看起逐个人拢讲伊真有道理，你会感觉足委屈的。明明个伊唔对，正甲亲像伊对安尼，所以咱会感觉，这就是咱遭受委屈的时，心灵真受伤害的时，足艰苦。咱唔知影要安怎去克服咱所受的委屈甲伤害。咱们今仔日对圣经的内面，咱看起约瑟所遭受的委屈，咱看起，伊毋是单单记载这是伊的祖庙陷害伊，这一件，这是其中的一件。约瑟伫伊的厝内，伊互伊的兄哥安尼来欺负伊，咱看起伊足够做梦。伊有做一个梦，就是伊就甲伊的兄哥讲：“兄哥我看起咱要修成迄个囚困的顶面，我就看起有11个囚困，我这个囚困来安尼落败。”伊的兄哥讲：“你是咧讲啥物话？这个小弟，伊就知道这个小弟已经。”伊的老爸听了伤过头，所以伊做这个梦，就是在讲，因这兄哥拢爱拜伊，佫较袂当谅解，甚至佫一届，伊讲伊看到日头、月亮、11条星，拢伊下派，这兄哥足生气的，足生气。这个小弟实在是袂通来。原谅，想尽办法要甲伊害死，这就是迄个家庭顶面有的迫害。伫这个艰苦的世界，真侪有梦想的人，足容易就有遐个苦难逼迫来到伊的身躯顶。所以伫这啦，咱看起对咱读的圣经。咱领受上帝的道理，咱会通知影一件代志：人想要迫害迄个有梦想的人，却是有梦想的人袂轻易就失败。咱若有梦想，就会支配这个现实的环境。虽然这个环境是要陷害咱，虽然这个环境。是互咱无好，但是咱有这个真好的梦想，咱的确会因为这个梦想来看起这个环境，就无影响咱什么。牧师要甲所有做事业的人，安尼来安慰恁。希望这个时阵，恁拄到就是这个大环境。真无简单，互咱伫这个事业生理的顶面有真大的困难。但是，若是你有家己对你的事业、对你的生理有一个梦想，那这个梦想就会支配你，面对现实的环境，仍然得胜有余。求上帝帮助咱。那安尼，咱来看约瑟，因为有这个属天的梦想，
来行通。约瑟有这个，他怀有属天的梦想而亨通。咱看见兄哥要陷害伊，设法要伫迄个所在互伊死。有一日，伊的老爸叫伊安尼去关心伊的兄哥，所以伊一路来到伊兄哥的所在。兄哥就想到啊，这个做梦的弟兄来啊，咱就爱互伊死。所以伊的兄哥准备要互伊死哦，衫甲伊脱了了，准备兄哥准备要甲伊抬。伫迄个所在，伊的大兄来救伊，讲无安尼，咱就将伊藏踮伫即个坑的内面，互伊家己死啦，互野兽咬，安尼老爸较袂责怪咱。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就甲伊塞到迄个坑的内面，足深的坑，佮无穿衫裤，迄非常的危险。这兄哥就是要甲伊害予死，因为伊一直在做梦，讲因会甲伊拜。伊想讲，安尼啊，你害予死，你看要去安怎拜啦？你著拜无路恁来，要甲你害予死。啊，想想诶，拄好有一堆即个埃及即个官队安尼就要过，伊就将即个小弟想诶，拄啊，甲伊买去啦。甲伊卖互即个埃及的侍卫长波提法，安尼甲伊卖互伊。所以咱看见约瑟，伊伫伊的兄哥的面前受陷害，伫即个所在，咱看见有梦想的人，总是会因为恩典对着伊。迄个上帝互人行通的恩典，的确伫伊的身躯顶。虽然人要甲伊害，虽然兄弟要骂要甲伊抬死，抬无死，要互伊家己死，阁无死，但袂去，遭有遮尔济委屈冤枉，但是伊有上帝，上帝互伊行通的恩典，有意向的上帝的百姓是灭亡的，灭亡的哦。箴言安尼讲，箴言安尼讲，讲什么？无有意向，民就放肆。咱的心中若有梦想、有梦想，搁较大的困难，搁较大的委屈。更较大的冤枉，因为上帝的同在，咱就会行通。约瑟的人生，都是上帝同在的人生，所以无论到倒落，拢行通顺利。所以伊被兄哥甲伊买去，卖互波提法，伊就到这个侍卫长的家庭去做奴仆，都是伊忠心。上帝甲伊伫地，伊就啥物拢顺遂，得到波提法，非常的欢喜，就高升伊做管家，就是波提法以下，就是伊上大，所以对伫一个奴仆，努力升起来做管家，所以咱看起，伊做管家并无好，虽拄着。这个主庙想这个办法要诱惑伊，结果伊拒绝，然后伫遐受到波提法的某来陷害伊，所以迄个实在是有冤枉的陷害。伫迄个所在，咱看见伊无做的事，结果被波提法的妇人人伫遐来冤枉伊。陷害伊，互伊安尼来拄着真大的冤枉。煞波提法无清楚这个，就落伊伫家里，非常嘛毋知要怎解说，
因为确实都唔知影要安怎解说，无法度解说的冤枉，然后就落入监里。这个监牢是政治犯的监牢，非常的艰苦。所以咱看去，约瑟伊的人生内底，互兄哥嫉妒、埋怨，互兄哥甲伊买去，差一点害死，无害死甲伊买去，去做奴隶，搁伫祖庙的手下，就等于就是爱关甲死。所以伫遮咱看去，伊的人生拢无毋茫啊，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苦。所以伫遮咱看去，约瑟虽然伫迄个非常艰苦的人生中，伊的心内犹原有啥物？有梦想。人伫艰难的环境下，上帝赐下的梦想，超过人思想甲计划，因为上帝要去成就咱的梦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筹算在人的手里，但是成就的却在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互人所有的梦想都能成就。咱看去约瑟，你想伊敢有啥物通好欢喜的代志？约瑟应该有亲情的欢喜，结果是兄哥甲小弟想要甲伊害好死，兄哥佮甲小弟卖去，互人做奴隶。咱看去，约瑟敢有啥物通欢喜？做奴隶，佮去互啥物？佮去互家己的祖庙，甲伊冤枉，直到伊怎样？落伫监牢的内面，是政治监牢。政治监牢是关甲死的，所以伊的人生看袂到有啥物毋茫，有啥物通好欢喜。所以咱看去，牧师有写安尼讲，看袂到梦想的成真的机会，拢无啊，无啥物证据。最后佮关落去伫即个政治犯的监牢的内面，迄个较是无毋茫啊，迄伫遐就关甲死啊！听袂到任何的声音，讲你的梦想会成真，摸袂到任何的确据。所以伫遮咱看去，约瑟应该爱死心啦，结果约瑟无死心。约瑟伫迄个所在心内犹原怀着梦想，伊做一件事，专心仰望主。在座每一个我的兄弟姊妹，你若是做生意、做事业，你莫互大环境的关系影响到你的毋茫，你爱专心仰望上帝，互你心中的毋茫会当完全实现，完全实现。这是牧师要送互咱所每一个做事业、做生意的兄弟姊妹，恁的确爱专心仰望主。约瑟因为伊有梦想，佮会当仰望上帝，安尼伫监牢的内面2冬外，伫迄监牢2冬外，应该有机会，因为2个官来甲伊做伙关，嘛甲伊解梦，拢解好。所以约瑟甲因讲：恁出去以后，恁就毋通袂记得我。结果因拢袂记着，一个避台，一个恢复原职。有一日，法老王所做的梦无法度解。这个官甲想起什么？想起
约瑟伫监牢，所以伊就请伊来解决这个法老王所做的梦。所以伫遮咱看见什么？咱看见这个梦约瑟解甲真好，伊甲法老安尼讲什么？讲你有7冬的好年冬，然后有7冬的歹年冬。所以约瑟就将这个甲伊讲，你就伫这个好年冬的时阵，将1/5甲伊添起来，当这个歹年冬来的时，会当来帮助百姓，国家甲所有的百姓拢会通发。哇！法老听到这个智慧的解梦，非常的感动，就升伊做宰相，互伊做伊一下，然后伊是万人所有的人以上，伊阁互伊手指伫伊的手顶面，互伊游家伫遐来甲人讲，这是未来的首相、宰相。所以伫遮咱看起13冬哦，约瑟的人生有13冬是伫黑暗内底在过。咱若过一冬，咱就过甲袂通讲，埋怨一大堆。约瑟过13冬，应该爱伫家庭有温暖，伫兄弟。人讲炮火掠惨嘛，都亲兄弟，结果是亲兄弟在害亲兄弟，兄弟该害，搁该骂，靠什么通好讲有毋望的代志？伫遮咱看见该害，搁该骂，骂了去做萝卜，萝卜就是上智慧细一个，但做有。但是上帝拢予伊顺势经过这个艰苦，搁互祖庙害，互祖庙冤枉，然后搁落伫监牢，落迄个政治监牢，迄是无机会啊！一世人就关甲死啊！结果搁拄着上帝，搁互2个官伫遐予伊解梦，然后伊即个官搁袂记得伊。最后，法老王有这个梦的时阵，要解梦，才去找到伊。伊安尼拢总用13冬的时间，伫黑暗的日子在过。伊无埋怨，伊专心看到伊的梦想，伊专心仰望咱的上帝。果然，这13冬以后，伊人生坎坷的路。完全伫遐改变，完全改变。伊成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咱来读一位的圣经《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伊甲伊兄弟讲，以前恁是要害我，但是这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要保全咱遮侪人的性命，成就今仔日的光景。咱看起约瑟并无埋怨兄哥这样凶的心情。这套的态度要害伊，结果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心意。当咱若有这个梦想，虽望别人会想要迫害咱，也会变做美好的代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拢知影这个故事，所以。我深信，咱大家会当专心仰望主，怀有咱家己的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上帝给你的梦想是什么？神要怎么样来带领祝福你？我相信神
有他的美意在。相信上帝有伊的美意，更较大的试炼，只要咱无放弃梦想，梦想会扶持咱，并且成就上帝美好的计划。阿们，上帝会成就咱所梦想的。这是约瑟13冬的受苦，然后做宰相。咱要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咱的主耶稣。主耶稣带来望，用人的目睭来看耶稣伫十字架顶为咱定死，咱会感觉非常的冤枉哦。咱会感觉非常的冤枉。耶稣无犯罪，却是为世间人的罪死伫十字架顶。咱来读约翰第3章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伫这个所在讲，伊将耶稣基督赏赐予世间人，叫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远活。无论男女老少贫贵富贱，地位悬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成就的救恩，来拯救一切相信伊的人。伫约翰福音圣经底下来写，有火蛇甲铜蛇的记事，将旧约的记事写点伫遐，来互咱做比较。咱看去，以色列人背逆上帝，埋怨上帝，无听上帝的话。咱看见上帝互火蛇进到因的当中，火蛇入去伫因当中，就看到被加的人拢死去。这些百姓就惊到，甲摩西求，讲你代替阮甲上帝讲，阮有罪啊，请上帝原谅。所以伫遮摩西到上帝面前来找求解决的答案。上帝讲：你去做一只铜蛇，挂伫竹竿顶，踩伫遐。既然愿意来看这只铜蛇的，因拢会当得到好。哇！对世间人来讲，今仔日讲，敢若信耶稣，就无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远活。足济人讲，哪有遮俗的这个恩典啊？哪有遮俗的救恩？这个救恩什么无好货？世间人拢安尼想，世间人在想安尼是大大唔对。伊唔知影是一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道成肉身，代替世间人死伫十字架顶。因连准耶稣死伫十字架顶，无价值，敢若神都得到。阮着爱做偌济功德，阮着爱做偌济善事，阮爱偌济修行，阮爱伫什么所在做什么代志，阮着无一定会当得到救。哪有会当啊信耶稣就得到救？遮俗，俗物无好货。这个恩典遮俗，敢若神就得到。阮啊假这假，拢袂记得，这是全能上帝为世间人死伫十字架顶，都亲像互火蛇夹着的人。当摩西甲因讲，恁就来仰望这个铜蛇，仰望伊的，就得到好。我就开尽我所有的，互蛇夹着，就是要来甲医好。哪有会干那看这只铜蛇我就好？拢会想讲，这种想法哪对？这种想法是唔对的。这个救恩哪有这简单？咱的主就是
安尼为世间人摆上。咱来读马太第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伫遮，耶稣行遍加利利，伫大家会堂内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所以伫遮咱看起，耶稣无论到倒落去，拢会互人对挫折甲绝望的内面得到盼望。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伊的人生拢要得到翻转，伊所面对的难处，拢要变做祝福。这是牧师要甲大家讲。但是咱人足容易袂记得伊的慈爱甲恩典。牧师阁举一个例，伫圣经内面，当耶稣骑驴仔囝要入耶路撒冷，一路有人铺衫，摕樟树枝画好山啊。但是无偌久，遮个人却伫彼拉多迄个审判耶稣的广场，徛伫遐，甲彼拉多讲：定伊伫十字架，定伊伫十字架。咱听到这个声音，咱的心悲白艰苦。这个咧学了上帝的人，敢毋是伫头骨啊，伫头前遐？然后这个时阵伫遮咧喊：定伊伫十字架。咱的人生欠是安尼吗？咱来读马可第15章12节到15节。彼拉多又说：“那怎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伫遮彼拉多拢查无伊有罪啊！伊讲也无做啥物歹代，恁是还要甲伊钉十字架？遮个人拢无讲真理。也无讲理由的，就一直喊话定伊十字架。伫受难日，伫国偌济的赞美礼拜的一本，咱看去耶稣的十字架内底有一块歌，就安尼唱：定伊十字架，定伊十字架，一直唱这句话：定伊十字架，定伊十字架。哦，足深刻。以前牧师在唱伊的时，哦。迄个心非常的刺激哦！这个人无缘故的、无理由的，将耶稣钉死伫十字架。所以，咱看起这个记事，有什么事比耶稣基督所面对的这个更较冤枉？咱伫世上有真济。面对真济这冤枉的事，咱实在对着耶稣来讲，咱无法度讲耶稣这个冤枉。彼拉多讲，伊有啥物罪啊？有啥物这个死罪？伊差无罪啊！但是这个人就是要定伊伫十字架。耶稣死后第3日，对世人中国话，借着耶稣基督为咱定死伫十字架。通过伊的十字架的保护，咱的罪得到赦免，咱所有的罪得到洗清去，遐所有的咒诅、绝望、甲死亡，拢离开咱。咱来读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预备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借着耶稣基督，伊对死而搁活，顶头生了咱，所以咱有活泼的盼望。感谢主，互咱因为耶稣基督大大有盼望，大大有盼望。因为耶稣替咱死，就把死废除。咱搁来谈两位的圣经，预备来。但如今借着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阿门，阿门，阿门。所以伫遮咱看去，借着耶稣基督，把死的关系废除，互咱无搁再伫死亡的顶面惊吓。主耶稣搁我赢过死亡甲阴间的关系。上帝因为伊赐下的救恩、圣神、医治、祝福甲永远话，互咱会当仰望耶稣就有盼望。阿门。第三牧师要分享的，上帝将委屈化作极大的荣耀甲胜利。咱得遭遇委屈的时，咱得安怎面对伊啊？咱对伫约瑟，对伫耶稣基督，因的身躯顶，咱看到什么？咱看起约瑟，伊无放弃迄个梦想，做到埃及的宰相。耶稣基督，伊无放弃迄个使命。伊悠然照着上帝毋望的，为世间人承担了所有的罪，死伫十字架顶。伊把这个使命赢过，就赢过死亡，对死而搁活。人对伊的搁活有顶头生的毋望，所以遭受委屈，那用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伫遐受气，伫遐怨气。这种的受气甲怨气，牧师甲伊讲，这叫做灵魂的癌细胞啦。你若伫受气甲怨气的顶面，足容易生癌。伊毋但是你灵魂的癌细胞，常常也成做身体的癌细胞。所以，咱受气是未成就上帝的义哦。你若埋怨，更较是互你的骨髓高大，所以咱着说你唔通安尼，咱着仰望咱的主，照着耶稣基督，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那安尼，上帝会将委屈化作盼望。咱过来读两位的圣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阿门，阿门，阿门。伫遮讲。凡事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伫迄个至尖至轻的苦楚，是为着要成就咱极淡无比永远的荣耀。阿门。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只要咱我们拥抱主耶稣，一切委屈冤枉全过去。这些委屈冤枉都成为人生的美味。牧师讲，人生的美味吼，
伫遮牧师要甲大家讲哦，有三位的圣经，咱先读，较过来回应这句话，预备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上帝要予咱的是，咱的目睭袂捌看去，耳孔袂捌听去，人的心袂捌想到的。伫这个所在，牧师要讲大卫诗篇23篇的第5节，这个第5节是外激励咱的心。伊讲：伫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敌人的面前，还有宴席通摆吗？大卫伫这个所在，就是甲咱讲一个重要的信念。所有敌人的物件，拢要成做宴席的材料。所以，既然互上帝引出所面对一切委屈、冤枉、危险、困难，你讲袂尽的遐个苦楚，牧师要甲大家讲，遐拢要成做你人世间的美味啦。就是这圣经讲的，讲为我摆设宴席，上帝要互这个拢摆列伫咱的面前，互咱安尼享受伊。患难过后，的确有毋茫。才有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生毋茫。所以患难的后面有毋茫，咱毋茫迄个毋茫有美好的事发生。咱搁来读最后一位的圣经。诗篇37篇第5节，但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阿妹，阿妹。所以，咱就将咱的事，咱受的委屈、冤枉，咱所受的艰苦困难，咱唔是伫迄个所在埋天怨地，唔是。咱就来交托给咱的上帝，伊是会帮助咱的。无论好事、歹事、喜乐、忧愁，爱相信这一切拢伫上帝的计划内面。上帝要帮助咱，成就咱一切咱的需要。愿上帝甲咱伫地，愿上帝赐恩给咱，互咱伫伊的内面。咱当受委屈的时，咱就唔通放弃咱的梦想，唔通放弃主交托的使命，互梦想甲使命赢过你所面对的委屈，赢过你所面对的冤枉，赢过你所面对所有的足济的难处，你得担着人生的美味，人生的美味。敌人面前的宴席，神的祝福满满。这回来祈祷，天父上帝，愿你的话成做你百姓的帮助。当我面对这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委屈的时，愿无放弃我的梦想，无放弃我对你领受的使命，互阮意爱伫上帝面前。我靠主，专心仰望主，相信这委屈要过去，这冤枉要过去，要成做人生的美味啊！伫迄个所在，成做阮的祝福，互阮伫你的面前讲，最后互阮大大有毋茫。我感谢你，愿主赐福，愿会再去所听你的话。
成做阮大家的帮赞。多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